是吧？是。验证会苦。即怎么说呢？验证会苦，担心遇到怨地而对财产白天守望，夜间巡逻，为了养家糊口等终日庸庸碌碌，结果却无济于事。一切财产受用，一切财产受用，什么？被敌人享用。白天遇到强盗，夜间遇到盗贼或豺狼、野兽等突然出现而遭损坏。总之，无论有多少财产受用，都只是积累、守护、增长等无量痛苦的本心。如户主龙树说：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因之财为无边或根源。那么现在这里呢，我们讲到就是那个财富方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生死轮回的主要的怎么说呢？生死轮回中的怎么说呢？主要的一切痛苦，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讲的就是这些。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有讲前面有讲那个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出生的痛苦，这些都是说明什么？我们的生命也是从无数的时间以来到一直都是在轮回的过程，轮回之中，但以后也是没有办法肯定说怎么说呢？不去地狱或者恶鬼出生没有任何的能力，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可以肯定不需要受这些三恶趣的痛苦，因为都是在轮回之中循环。前面也是有讲过，一个轮回的众生是相当于一个瓶中的一个苍蝇一样，它飞怎么飞也是瓶口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它都飞不出去，也是在瓶子里面飞，怎么飞也是在，或者是这个水池一样叫水池是吧？那么这个水晶里面的水池，它怎么转也是一直都是在一个地方转，一个地方转，那么就没有办法再逃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话，我们要断除轮回的根源的话，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这些财富受用，或者是这些各个亲朋好友等等这些各个方面，都是我们要断除贪心断除嗔恨心，相当就是烟方跟亲方都是一样的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没有缘方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修忍辱的对境，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环境里面，亲人实际上来说呢，也是有很大的作用对我们。因为亲人呢，就是又是亲方，又有的时候是缘方，有的时候就是对他嗔恨，有的时候就是对他有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呢？关爱。所以这两者对我们都是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我们对亲方的那种关爱也是不要特别的严重，降下贪心，这是对我们的好处，解脱的好处。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对这种怨恨，对他的这个怨恨跟嗔恨心要降低，用慈悲来包容，这就是让我们解脱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那么在烟地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如果是天下我们没有任何烟地的情况下，也许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修忍辱的机会，所以我们有烟地，我们对它可以修忍辱。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修持的这个怎么说呢？忍辱的般若是非常重要的。
六波罗当中呢，就是忍辱。然后我们在修持发心的时候，就要修四无量心，对不对？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当中呢，就是我们就舍无量心，对心方的贪心感，对厌方的嗔恨心，两个都必须得要舍出，要断除的意思，要断除对心方过多的那种贪心感，对厌方过多的这种嗔恨心，慢慢放下。所谓的过多是什么？一开始是这样，以后是完完全全断除，这样才是我们可以到我们走的那一天，心生欢喜，心里不会有任何挂碍，心里不会有任何的恐惧，因为没有挂碍，所以不会有恐惧，所以就已经成了大事的一个人一样，心里就完完全全就非常欢喜的轻松的面对死亡。所以能做到这些，那我们从细节的讲，细部讲到，相当就是我们为了金钱也好，为了财富也好，积财、守财，然后这些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些辛苦都是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去这么的重视，不要特别的去重视的情况下，因为正常的去面对一切努力也好，今天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工作赚钱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的去面对一切的生活，正常的去面对。但是根本是要知道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修行人，你的工作跟其他人去为工作的努力，这两个必须得要不一样。哪方面不一样？一个修行人当努力的去工作的时候，那你工作是工作，其他人没有修行的人工作也是一样的工作，努力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得要有个概念是，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我自己的生活要努力，但是生活是为了什么？我活着的这个肉体所存在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修持佛法，这才是我的最终的目的。所以为了这个肉体我要生活，所以为了生活努力，这是有道理的，而且就是修行。那么没有修心的人就没有这个想法，那你积财也好，守财也好，这些所有的财物，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财富都是一个人的话，也是当他走的那一天，没有什么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他一个都带不走。那他带不走的情况下，他能放得下吗？放不下的。他也知道，当死亡的那一天，他怎么什么都带不走啊？但是死亡突然来临，或者是什么时候来临都没有关系。他死亡来临的那个之前，他是不是他安排的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心里没有任何挂碍吗？没有。他也一样的，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并没有得到一切的满意。所以呢，就是一切的财富去怎么去要交给谁来使用？他是不是真正的想要交给谁的那个人？他就是他自己心里所想要的一切都办好了吗？都没有，一个都不会满意的，因为世间的人欲望是太大了，所以什么都放不下，所以呢就非常的痛苦。如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弥勒日巴尊者也说，财除自乐他羡慕，虽有许多不知足，终被吝啬皆系服，不使用于善方面，乃着敌魔之根源，自己累积他人用，最后才为送礼魔，希求敌财是同心，因断轮回之诱我不希求魔之财。拥有多少财富，就会有与彼同等的痛苦。例如，
有一匹马，那这里就是要讲一些怎么说呢？例子，讲一些例子。拥有一匹马，就会担心它比敌人抢走，比盗贼偷走，草料不足等。虽然只有一匹马，却有许多的痛苦。同样，拥有一只羊，也有拥有一只羊的痛苦。甚至仅仅拥有一条茶叶，也会拥有一条茶叶的痛苦。如云：若无财产，远离敌；如果没有财产，将远离仇敌，安乐无比。所以应当观修，如同往昔出世的活佛，甚至前辈的传记中所说的那样，根除一切对财产受用的贪执，像了解生活一样，唯一修持正法。所以这个方面呢，讲的都是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大家也听得到，因为这里面就是讲了一些例子，就是要一匹马，然后一只羊，还有一条茶叶，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之中的大的就是马，然后最小的就是一条茶叶，中的就是一只羊这样。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利用在现在的一个社会之中，最高的或者是最低的或者最中间的，以这样的大中小三种受用来作为那种思维所以就是最大的，比如说有怎么说呢？一个国家的领导，一个大国的领导，他的每天的生活应该会是什么样的？那他有没有就是那个像一个普通的一个上班族一样，周休2日，然后就是其他的5天可以在每天8个小时上班，下班了以后自己就该干嘛就干嘛去，然后就轻轻松松。那一个大的领导有没有这样的可以这个中间的这个轻松休息的时间？那一个大的领导他做了多少的好事，但是在所有的国民都会支持他吗？都会觉得他做得很好吗？等等这些就看到，那没有一个人会所有的事情都会做得好的做得好的情况下，他就是在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的整个的过程当中，第1年、第2年、第3年、第4年，像比如说现在在世界上的很多的国家来说到，领导的时间都是4年，4年以后又论，那这种的过程当中，他有多少的辛苦，他有多少的幸福，他有多少的快乐，因为他就是在4年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可以说是他拥有了这个国家。但他拥有了这个国家，他会满意吗？他就完完全全在一生当中都是心里都是完完全全都是过着一个很幸福美丽的生活吗？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的。那如果是他拥有这个国家的过程时间来说的，人生的一个4年的人生的这个多少年当中呢，就是在4年的过程。4年过了以后，他就完完全全以后都是会幸福吗？那也不好说。4年以后，就是在第2轮，他可以得到吗？或者是得不到吗？如果得到，那会是怎么样？如果得不到，他又会是怎么样？等等各种各样去想的话，那我们当初在那个这里面密勒日巴尊者或者巴智仁波切所讲的这个一匹马，就是现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大国，就像那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也可以，最强的也可以说是比较有实力和财力各个方面的，就像美国一样的一个国家来看或者是在反正就是东方也好，西方也有很多大国，那些领导，那么历史上很多国王都是因为就是中毒死亡，或者是被家人然后就是用武器或者是用毒就是怎么说呢，让他们
面对死亡的这些故事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多少的财富能得到对我们的怎么说呢满意，或者是解决我们的人生中的幸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从这些国王跟我们自己的家业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可以从最小的距离，相当于就是有一条茶叶的话，就有一条茶叶的那种痛苦。当然，一条茶叶它有它的优势因为就是它拥有了一条茶叶，也有一些快乐，但也是会有很多的痛苦。就像这样，相当我们有一个家有了一个家，有一个新的房子，或者是有亲人，或者是有小孩等等，反正就是有一个家，有一个家小的家，有一个小的家业那也是可以说是想要就比较满意吧。但也是这个也是有为了一个小的家也是会很辛苦的，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么就是一般的一个普通的人，他有一个家，他为了这个家辛苦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停下来？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我们有没有办法等到一个这样的时间？在现在今年是2000年，到什么时间？我以后就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从预算出来？如果有的话，我的寿命能不能够等到那一年，也是很难说。所以就无论怎么样，都是我们只能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为修行作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然后就我们要知道生活跟生存也是为了修持成就。所以修行人寿命越长越好，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活着在人世间一天，也是能够可以在修持善法多一些。所以我就也许可能有机会能够可以今生能成佛，或者中印的时候能成佛，或者有可能就是可以走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天呢，我真正的在永久的安乐，得到真正的永久的幸福如果是最起码的话，达到下一世呢，就是得到一个比这一世更有机会的一个修行者然后就能够可以修持，也是那一生的修持是完完全全圆满的一个修行的，达到一个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然我们就是虽然我在修行当中说对这些财富都是放下一切执着，但是没有钱怎么活那么没有这些就刚是为了要活下来，刚是为了要生活下来，然后去奋斗的那种思想是要断除。为了活着要有金钱跟这个工作是要的，但是它的后面还有一个更怎么说呢，殊胜的目的是什么？要修行。活着有什么用呢？可以修行就这样讲，要这样去想。这样的话，我们一般的实践人跟修行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而且达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你不会有太多的遗憾。走的那一天呢，因为修行人走的那一天是必须的要什么都没有的，没有任何执着的对象，这才是正确吗？那也不一定，因为不需要那么执着。你一个修行人，平常的你的心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想法跟目标正确的情况下，你走的那一天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关系，没有多少财富也没有关系。你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你走的时候也是你会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财产，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你的心本身就是你有这些财富是本身你自己也是努力，而且是有过去的福报一起，或者是这是今生造的福分一起的一种功德，所以你有了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你就并不执着这些，
你的目的不是要为了这些财产所以努力的，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修持佛法，所以就是今生的所有的这些工作，这些也是就像佛说的一样，佛说为了法需要肉体，为了肉体需要饮食，这是佛说的。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来说，佛也并没有说一定要很辛苦的，很怎么说呢，艰苦的一个生活跟很艰苦的这些饮食，这能够可以勉强生存自己的血肉就可以修持，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一切也不是你去担心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你的心要清净。所以修行之业一样，并不是说一定要苦修才修得好。苦修是什么意思？所谓的苦修呢，并不是说金钱跟财富那些东西都是不要去沾手，不要去执着。然后就是你家里如果是很好的环境的话，你必须得要抛弃这些一切，然后你自己再用很痛苦艰苦的生活才能成佛，不是这样的。对，这些都是要看得非常普通啊，这样不要有严重的这种执着，要断除执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心里断除了执着，你在哪里都没有关系的。相当就是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一样，就像那个在我们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莲花从泥水当中盛开，但是上面没有沾任何的泥水，就是这样。你如果是在实践之中，你的心清净的话，实践的一切法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怎么说呢影响的。自本尊